啊，继续来看桃园市，今年招考到春节队员，录取451个人，其中年纪上大的55岁，上少岁只有15岁，嘛是历年以来上少年的录取者。外界就质疑咯，遮尔少岁嘛会使考哦？环保局讲，15岁就通考啊，而且伊报到的时间嘛已经满16岁，毋是囡仔讲咯。春节队员的薪水加加咧，一个月超过4万块，无怪烧钱要考，要录取450个，结果来4000多人。光沙包骨力向前走，桃市环保局今年招考450个春节队员，剩4140个人报名，大家拢想要捧这块文化。今年有人才15岁就完成美梦。请主考官宣榜。伫咧表岛真侪考生名次，今年录取上老的55岁，上少年的95岁，佫是一个高中生，创下桃园这几年上有气的青个队员。外界嘛真好现这年会敢有合法？那依照劳基法规定，最小的雇用年龄是15岁，所以说依照整个一个劳工的雇用不能有年龄歧视。所以说15岁的部分的话是符合劳基法的规定。强调一切合法招考，嘛因为分数关系，报到时得满16岁。做工课时间特别搁再是囡仔工，到底是啥物关系？互真侪人拢兴这课。原来前个队员虽然做工课辛苦，不过若是考调，就超3万3，搁加上8000块的前个奖金。若是做司机员，会当搁另外加薪水，今年驾驶安全奖金，一月只得当赚超过4万，等于有公务员的体本化，而且未来军公告调薪水保障全部拢总付。每天都要维持自己的体能训练，要去重训，要去训练爆发力。第一个是现在这边福利很不错，然后第二个是它是公家机关，所以很稳定，不会受疫情的影响，然后你就失去了工作这样子。想要做前个队员是真歹考，体能的成就爱真了得。一月只赚4万是赢过真侪当出社会少年仔。哈啦，即摆15岁考生成功考调，未来就算是做兵，嘛袂影响到工课，互真侪网友是欣赏到要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